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台中有查到毒品案，拢总是查出329底海洛因总价值超过15亿。会查到这案是因为去年底有一个查甫人倒伫咧路里，互发现伊身躯顶有炸枪，佮有毒品。警方追查到因兜发现到大量的毒品，也佮有枪甲枪支。现在同意我们进去搜索吗？同意。警方带细陈的查甫人登去因兜，敲到大量的海洛因砖仔，数量真惊人。就是一块的。对啊。这寡纯度真悬的海洛因砖仔有2个面层遐宽，佮加进前敲到的价共有329底，市价15亿。另外也敲出86包91.1公斤重的卡西酮毒品原料，甚至佮有几啊支枪。先小心清枪哦。有弹夹。警察斟酌咧整理，因为这寡奥地利的枪威力真强，乌漆一支卖价30万，计共敲到4支枪780粒枪支。这个细陈的查甫人会互警方调查，是因为伊去年11月底食大量不明药倒伫路边放送病院的时，身躯顶有发现2支枪甲卫士。为史上次大宗中部地区检警机关查获最大量之毒品案件。警方无排除是不法集团为着防范乌食乌做准备，这届查到的毒品量真惊人，是咱国力上重到的第2大案件，哪像拢是走私一败。不过细陈的查甫人表示，这寡拢是朋友寄放伫伊遐的，其他资讯伊拢唔愿交代。检方则违反枪炮弹药毒害管制条例、毒品危害防制条例走私甲运输低级毒品罪嫌，提起公诉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